酒咧，夭寿哦！我袂输甲你去只拖拉裤搞过啊，365支骨头拢总刷了了，斗袂起来，哇！我疼死啊！袂啦，大个，医生哦，有落讲啊，你只不过是淡薄仔迄个筋络迄慢着，淡薄靠着来伤命，袂死啦。无死嘛半条命，要么去见阎罗王，啊恁拢安尼无要无紧，哎呦，你哪安尼讲啦？人我毋是伫在甲你照顾。医生讲吼，迄受伤的人吼，都爱食较营养的，食较会上好啦，会当补充水分，嘛较有营养。来哈。丽丽啊，但是你啊，上知影要关心我、照顾我。你到时嘛才知影。来啦。好大，我参阎王啊来看你啊！阎王啊，你来。喂。大姑大，你伤了有严重无？医生怎讲哈？医生讲哦，我这条命捡上来啦，算我背离太重了。我实在是真歹势，一个好好的社神活动哦，互我母甲变成安尼。希望哦，你会当早日康复。这一点仔心意啦。无啊，即摆是安一人水果就要准煞。我互你母甲安尼规身躯全伤，安尼一双水果就要无代志啊！无安尼啦，我送你10盒水果，骹手甲你讲，当安尼好无？是啦，毋是讲哦，食水果哦就会当无代志啦。所有的医疗费用哦，我拢负责到底。希望你会当哦早日康复。还有这啦，这一点仔慰问吼，不成敬的吼。来。一点仔慰问吼，不成敬的。6000块哦，无你即摆是咧包先生的哦，你当作阮是做去食工分哟，摕转去啦。高手啊，你包遐含阮你只狗1个月所费都无够咧，你是包6000要来糟蹋我？富大的，可惜的，因会敢甲你糟蹋。迄6000块是伊的心意，伊有讲啊，伊会负责，所以。后手的医药费，伊拢会出来。你敢知影我的精神损失有偌济？搁有，我拢无出去食头路，无甲人超生理，无咧收入，迄拢无算呢。是啦，你哦大生理人哦，规工哦倒咧遮哦嘛毋是办法。我有欠10多万啊，无迄10多万哦，当作赔偿你的损失。安尼应该有够啊，吼！够出南山的啦！我生意做偌大，我身躯边仔是偌济少年呢，目睭8斤一个开门就要几啊10万啊！你这10多万啊，要赚偌济啊？你是咧装笑的啊？你到底是有生意要解决问题？手的故意啦，你唔通安尼甲创治啦。虽然讲你怎啊人倒是白床的，不过你看你讲着话阁遮尔啊认真啊。你若话声，你遐细汉的嘛是替你走从，你也无减趁啊。是讲倒的，都拢无人替你做代志啊。莫爱计较啦。高手的。
你做个代志啊，伊突然问出来咧求情，你敢查甫人啊你啊？无啦，唔是啦，我真正有诚意要来陪送你。啊，无你讲，看需要偌济钱才有够？看你面大身困，安尼我莫为难你啦，100万。100万，伤超贵啊啦！100万，开场就要100万，我应银票嘛无要紧。100万根本就无超过。阿成，算好听。搁咧顿地，啊你无算好听，伊哪知影咱生意做偌大？哦，是。根据阮大个收费吼，迄伤着手是3万，伤着脚是5万，啊，若带伊一工是2万啊。而且这哦收费标准是分级数的，这路边搭的级数吼，是3万至5万，啊，若是董事长的级数，就是10倍。啊，搁再讲哦，阮大个伊是搁比董事长较悬级啦。简单讲哦，就是无价啦。安尼有听清楚哦。我搁补充一下，我这个金头壳吼，去互你叶菜头一个，智商退1趴，这算起来是非常严重的商业损失。所以这100万，甲你拍折，打折啦。啊，你若搁啰嗦，我就莫打折，叫人甲你讲好骨折。你根本就是手贱嘛！你哪有人安尼算的？是你要解决问题呢？恁爸根本都无咧欠这条，啊无好，你莫赔，我甲你告，你去关到死，安尼恁爸才会透一口气。真真。哦，拖拉裤大诶，你无欠这条诶，大家拢知影诶嘛。手洗牙关，放高手的一条细路啦。啊，你是安尼记呢？是这支的了。甲高手的，讨伊淡薄仔赔偿对无？煞煞去啦，莫甲伊计较啦。以后严红一定甲你当作是我心目中的英雄，好不好？喂啊，英雄呢？无计。对啦，安尼讲讨这条哪有什么意思？不过，查甫人讲出来的话吼，都爱准守，这是原则问题嘛。我讲爱赔吼，就是爱赔啦。哎呦，这颗查某啦，这尔高体查甫人在省钱，唔知是在省啥？哈，我知啦。啊，互你这都是互你这啦。迄这条钱吼，若省起来拄好，互伊摕去红包场来甲你捧场，来甲你友好啦。你嘛较差不多咧啦。这是白衣，唔是红包场咧啊！讨红包讨到白衣来。无这问你是几工无洗喙啊？哇，讲着话实是足臭。你嘛知影臭哟？啊，这臭味就是你身躯顶互你这臭味啦。阿成啊，你甲护士小姐摕消毒药水来遮喷喷的啦。我互这互你这臭味吼，安尼分家吼，强要昏倒啊！免啦，啊你若分去吼，就是人咧讲的，后来啊假碰果，300的假跋倒啦。家己无在招，互拖拉骨大爱你一个，就安尼一直找机会共口洗，哼，卖着借消毒药水，但你迄酸臭味，冻到敢若盐酸咧，啥物嘛偷偷是？安怎？你的新冠疫苗？哎哟，拍我闹路用，拍我拖拉骨大也袂较爱你啊！你个狐狸精，我打你来！安怎？卖怕！有看无？两个查某人为着一个查甫人冤家娘济，佮出卡手，这就是查甫人的价值。好啦，
大个面面都要上啊遮尔啊严重，是安怎一定爱甲迄个庙公讨100万？安尼敢会收过超过？哎呀，拢怪我唔好，看起来是咧照样赢的，啊早知影我较认真的赢这场比赛，会无遮尔多麻烦啊！你帮我卡车？歹势，这花钱是死了啊！哎呀，哪有查甫你来买水，连一丝仔肉都无啊！你若要讲伊是查某哟，我还较真正看袂出来。这个车实在有啦，昨昏是要我改比啊！腰束内裤，脚穿电裤裤，水啦！袂吧，安尼就定呀！我敢会遮衰？哎呀！巴夏，你要看到我都要定去啦！好啊，莫巴啦！这个是要整，还是无电啊？是火星山要歹。哦，那这附近哦，啊无机车是要开地方修理。拿一鼎汤哦，我若要紧送药大啉，我绝对要麻死的啊！迄个拉尾咧等公车咧，那我就想说坐公车送汤又大，买当甲伊开讲。天公伯啊，你哪这样给我安排啊？水啦！差唔高是要坐公车，我怪人咧讲啊，一元逼死英雄好汉。这要去门口，我是要安怎？哇，真系水到落咧！真正是天公疼好人，啊！知我去门口，马上等苦啊！